啊，这个过年要送礼，人要用寄的，骹手爱紧哦，爱赶伫个今仔日进前赶紧摕去寄哦。讲这段时间是物流的大月，像高雄的邮局包裹量比平常时啊增加10%，加上苏花公路崩山，花莲要送到台北、台中的包裹，改成送落高雄，送到台东，再送去伫台中甲台北。所以高雄邮局这段时间是无用到丙。啊，邮局讲，后礼拜所有的邮务士禁止休困，爱加班赶送货。啊，伫今仔日1月13号进前所寄送的包裹，拢会当伫个过年前甲你送到位。大细箱包裹一箱一箱贴起嚟，搭台车顶拢贴甲滚滚滚。这样一个爱送的迄落啊。收起来包裹爱先分类，看要寄去倒一位，所以才个分一般或者是快捷。每一个邮务士拢无用甲变过，因为包裹实在有够多。几个人送啊？一个。有人一个送，就是满满一台车，一堆包裹等你送。头前柜台各民众赶不寄货。年节可能货物量大，怕塞车啊，所以早一点来寄。货物多啊，怕会临时接不到啊。因为过年前大家拢会送礼，邮局的包裹量才会变多。运送的包裹量，我们比往年的话，我们大约增加10%左右。搁加上受到苏花公路路灯的影响，花莲要到台北、台中的包裹改行西部干线，嘛因为安尼，互高雄邮局的包裹运送量变重。邮局讲后礼拜送批会禁假加班赶送货，今仔日前寄送的拢会当伫咧年前收到。啊，若明仔载才寄的货，邮局就建议寄快捷，若无恐惊过年后才会当收到货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